情人節唔少得嘅鮮花同朱古力喺金融海嘯嘅影響下，會唔會細窄咗或者係細合咗？喺北京，唔少民眾都話情人節一年先得一次，禮物點都唔會慳。應該買還要買嘛。對，情人節一年一次，我覺得這個還不應該受這個影響。就連超市嘅負責人都話，生意額仍然有增長。從未來看，這個銷售還是略微有所提高的，比這個正常平時的時候還是有所提高的。比如說這個我們的幾大品牌，它的銷售比正常還是有所增長。有年輕人就選擇另類嘅方法慶祝情人節，就係齊齊去捐血，然後攞返盒獨有嘅紅玫瑰。而喺日本，經濟差反而令到呢一款玩具朱古力噴泉大受歡迎。只要倒啲朱古力落去，開着個掣，就可以食到各款嘅朱古力食品。玩具商話，呢一個玩具噴泉得24厘米高，最初設計嘅時候只係諗住吸引小朋友，估唔到喺金融海嘯之下，一家大細都啱玩。